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我嘅頻道。今日嘅影片係喺 Oracle VM VirtualBox 上面安裝 Windows 7。Windows 7係微軟開發嘅 Windows NT 操作系統嘅主要版本。佢喺2009年7月22號發佈到製造業，並喺2009年10月22號開始普遍使用。佢係 Windows Vista 嘅後繼版，而 Windows Vista 係早咗近3年發佈嘅。同時發佈咗 Windows 7嘅對應伺服器版本，即係 Windows 伺服器2008R2。2012年10月由 Windows 8接替，延長支援喺2020年1月14號結束，即係喺 Windows 7發佈咗超過10年之後個操作系統就停止接收進一步嘅更新。企業可以使用付費支援計劃，喺正式使用期後，為 Windows 7提供最多3年嘅安全更新。Windows 7原本係旨在逐步升級到 Windows Vista，解決以前嘅操作系統接收差嘅問題，同時保持硬件同軟件兼容性，同埋修正咗 Vista 嘅一啲不一致，例如 Vista 嘅激進用戶帳戶控制。Windows 7繼續改善 Windows Arrow 用戶界面，加入咗重新設計嘅任務列，可以固定應用程式同埋新嘅視窗管理功能。操作系統仲加入咗其他新功能，包括新嘅檔案共享系統 Home Group 同埋支援多點觸控輸入。亦都加入咗個新嘅行動中心嚟提供安全同系統維護資訊嘅概覽，同埋對用戶帳戶控制系統進行咗調整，令到佢嘅侵入性較低。Windows 7亦都附送咗幾個原生應用程式嘅更新版本，包括互聯網探索器8、Windows 媒體播放器同埋 Windows 媒體中心。同 Windows Vista 唔同， Windows 7受到評論家同消費者嘅熱烈歡迎。批評者認為呢個操作系統比起佢嘅前身有重大改進，因為佢嘅性能提升，界面更直覺，用戶帳戶控制彈出式視窗減少，同埋喺整個平台上所做嘅其他改進。Windows 7對微軟嚟講係一個巨大嘅成功，就算係喺正式發佈之前，網上零售商亞馬遜 .com 嘅操作系統預購銷量都超過咗以往嘅紀錄。短短半年時間，全球銷量超過1億份，到2012年7月已經增長到超過 6.3 億個授權，到2018年1月，Windows 10已經超越 Windows 7，成為全球最受歡迎嘅 Windows 版本。喺2022年8月，Windows 11超越咗 Windows 7，成為咗各大洲第2受歡迎嘅 Windows 版本。截至2024年，只有 3% 嘅傳統 Windows 電腦運行緊 Windows 7。雖然佢喺世界某啲地方仍然相對受歡迎，例如中國，同 Windows 11相當，而且喺某啲國家係第2受歡迎嘅版本。呢個係微軟 Windows 最後一個支援冇 SSE2 或者 NX 嘅處理器嘅版本。雖然2018年發佈更新取消咗對冇 SSE2 嘅處理器嘅支援。首先建立虛擬機器，然後插入 Windows 7 ISO 光碟。接下來，我將硬件留喺2048兆字節，而虛擬驅動器就留喺32000兆字節，因為喺後世會以1000兆字節計算，包括英特爾嘅 Core 2 Dual Chip。而家我啟動個虛擬機器，佢會再入到 Windows 7設定入面。而呢個係 Windows 7嘅安裝界面，我哋選擇語言係英文、美國，然後撳一下 Install Now。接下來，喺製造商嘅授權條款部分，撳一下 I accept the license terms 方塊入面嘅勾號。下一步我哋會去到安裝部分，如果你想升級嘅話就揀 Upgrade， 如果唔係就留低佢做 Custom。呢度我揀 Custom， 因為佢升級唔到。安裝之前，你一定要先分區。呢度個虛擬機嘅 C 驅動器大約係32000兆字節，所以我就咁留低。而正式嘅 Windows 7安裝過程就開始啦，你等佢下載15分鐘直至完成。15 minutes later， 安裝完成後，請重新啟動電腦，否則放置約10秒。重新啟動之後，我哋輸入呢個操作系統嘅用戶名。接下來就係密碼輸入部分。如果你仲未用過嘅話，輸入密碼；如果唔係就略過。
下一步我哋會輸入25位數嘅 CD key， 如果有人有版權密約，喺 Google Chrome 上面搜尋。如果冇，撳 Skip。接下來我哋選擇紅色品牌 Ask Me Later。下一步我哋會安裝 Windows 7操作系統嘅時區，請揀你住嘅時區。如果你住喺美洲就揀 UTC-4， 如果你住喺歐洲就揀 GMT+1。接下來喺網絡設定部分，如果你用緊家庭網絡，選擇 Home Network；如果你用緊辦公室網絡，選擇 Work Network；如果你用緊公共網絡，選擇 Public Network。呢度我揀 Home Network。我哋已經準備好再入個網絡。好啦，咁安裝完成啦。如果你想將佢配置得更好，插入 Oracle VM VirtualBox 嘅 CD image。而家我撳一下 My Computer， 然後撳一下 Oracle VM VirtualBox CD image， 然後試下安裝佢。下載完之後，我哋重新啟動電腦。好，咁 Windows 7操作系統已經安裝咗喺虛擬機器上面 Oracle VM VirtualBox 完成。記得讚好並訂閱追蹤新影片，拜拜。